我现在只会很遗憾说，很想要再听到他的声音，就我觉得很遗憾因为我没有任何他说话声音的记录。爱应该忘。来啊，宽松。哎，再一次，哎。老热大擂台，好，入邊係六強積分賽嘅天一禮拜啊，上禮拜所有參賽朋友非常的精彩演出。上禮拜有一位特別精彩哦，幾乎差1分就100分嘞咯。哎呦，考試都冇考過99分呢。哎呦，好啦，今日進行佢嘅比賽，比賽之前介紹評審現場嚟。呀，介紹先生。起司嘅先生，羅克嘅先生。上禮拜安尼傳統組會時間，安尼唱梁鳳婆先生嚟唱一條安尼應景的歌曲，俾人給創作。對，這一次也是請到一個哪一位？啊？有嗎？換這另外也是一個創作老師。另外請來的，他也得過很多獎項。哎呦，鬧熱大來賓就超給了哈。是，好，呀，V 很多。米莎，帶了很多鴨賞。好啦。出世界，江中玉行幾樣嘅天地，河流茫浪，同湖之後。結局在天橋下打見到阿芳嘅阿姐，要應有歸屋嘅三處作定強下唔見聽，同湖之後。阿姐嘅人氣，出來從你腦背跳舞，把呀張出世界，天空就埋落地，把呀張地都有，天空就冇強強，把呀要比。天光台意，把呀一了吧，天光太水多。放嘅阿姐，要仍然留背屋嘅三處作定，用下唔見聽，看護之後，阿姐嘅人氣，再來從你腦背跳舞。都有，天空就沒強
太虚度。白呀当出世界，天空就埋落地，白呀当地都有，天空就没强强。一位非常有个性的一个女创作者，你傻，谢谢。哎呀，久仰你的大名了，他替白可能庐山真面目，还有久仰是吧？对对，你有但是相当有名啊，是，对啊对啊。这首歌很多嘛，夜深。夜深，客家班都压嗓啊，所以他哲伟老师讲，这首歌应该是在宜兰写的哈。没啦，到底有没有艺术的气息？来开玩笑啦，米沙董，佢董厉害呢，佢啲阿叔講佢以前咧上咩樣哦？他出去旅行，他去墨西哥啊，到處旅行之後賺了就算背包客，不一樣，對，邊某樣誒。哇，那你應該是這個。看盡很多的國家、世界啊，文化啊，走過幾個國家？也沒有很多，兩隻手數得出來。哦，兩隻手數得出來。那就自己一個。好，自己一下。啊，你唔會講哦？唔會啊，我就去啊。那這樣花了多久的時間？幾年的時間要走完？沒有啦，沒有說這麼連續這麼長的時間，一個國家差不多20年安尼。哦，一般出去都差不多2年半夜。你有这个创作能力，你怎么会想说要来创作这个客家歌曲？对啊，是什么想法？開始做創作嘅時節，其實我也係寫方言嘅歌曲，也是先寫華語歌。有寫了什麼？但是那個時候寫了華語，大學的時候了，因為跟同學組民謠團嘛，我們一開始都 cover 別人的歌曲啊，好比說校園民歌啊，嘉修老師寫了很多，對，然後好比說西洋的老歌，但是後來就覺得一直cover 別人的歌不好玩，大家就開始自己嘗試寫歌，對，然後開始嘅時節下放一個歌曲，尺度不特別，我寫跟別人寫都一樣，然後我唱跟別人唱也都一樣，但是開始嘗試用自己的小時候講的話寫歌，母語，就發現找到自己的聲音。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今天呢，除了帶安後堂啊國語本來的那麼特別的聲音給我們，另外給咪節目當中啊，要麻煩你啦，當我們的客座評審老師，謝謝，好不好？謝謝各位不嫌棄。就麻煩你坐着，我們這一次，所有的參賽朋友真的哇，全部都懂有實力，懂會唱，對對，讓同來評斷一下，好不好？好嗎？非常期待。好，拍攝，謝謝你啊，來，謝謝安子姐。7分水比賽規則，每禮拜有無同樣的主題，參賽者自家選歌的，經過6禮拜的比賽，累積分數最高的前3名，就可以進入到年冠軍的比賽。表演特好，帶到安後堂的歌曲，來講一下主題，好唔好？來，有請到阿公葉嘉修老師。今日的主題啊是你是韓國，所以其中咧是講聖道國家。要用辦法去創作嘅感情出來，去感動別人。本來所有讀嘅人感動，故事用創嘅家，看住佢感動。哇，有感通人嘅。對，加油！好，安子姐。先有請 TVB 參賽朋友。用禮儀有乜嘅溫馨嘅故事咧？要帶來朋友歌。呢條歌朋友歌，安尼應該冇乜感通。應該係啉酒嘅。今天要唱的這首歌叫《朋友歌》，我要唱給我的老公聽，感謝他這麼多年來陪着我四處去比賽，也陪着我走過風風雨雨。我希望像這首歌一樣，永遠攜手走下去。天都有
相帮忙快乐多。不管狂风也已大，未来开创难秋波。向天朋友，真心牵手，难来变紧，难来变紧，不是他求。哇哦，哎呦，你唱完竟然有掌声那么多哈！有啊，当然有啊，对不对？哦，唱得好啊。朋友歌，还没有下你这生命当中哪一个朋友曾经帮助过你？还嘛个，还嘛？爱你还老公。老公就老公，就老公呀，有朋友。没有下老公的事情。老公男朋友唔免穷养吗？嫁个老公就像嫁个朋友穷养。我这感情，就像朋友一样啊，真无话不说，对，无话不谈。那很好啊，那感情很好呀。梁山咪穷养做穷养的事啊，唔定我咪伫工体做嘛。刮大风下大雨，我哋唔喊穷养嚟该做啊。就一起这种辛苦过来。对，走得讲24小时全部穷好。哦，那你要好好的珍惜这份幸福，好让它延续下去。本来就是会有时候会吵架，那个对，冇老有相吵的歌。冇相吵。唔是哦，都唔是相吵。哦，不是说有话要说出来吗？是有话要说出来，唔会相吵啊。我大不我骂人家其實，我是他其實三個嘅，就唔會吵嘅，就唔會吵啊。像我來比賽咩係叫固定愛啊，你講人生都一個階段。你喜歡的，你如果沒有去爭取，等你落嘎哈，你就會後悔。对。難怪她會形容，她的老公就像是她的朋友。對，無話不談。有啲人唱有時間唔敢老人不用講，我要乜嘅乜嘅嘛，冇秘密啊。有啲人嘅秘密唔敢講，我都係破開心情嚟唱。破開。即其實將愛垃圾同樣嘅啦，我有乜嘅我就呸。真的也恭喜他，真的找到一個非常好的照顧他的人。就係我前半生懂啊，然後後半生心都幸福。先恭喜哦！他前半生真的以前聽他的故事也是，可以寫成連續劇的。筚路藍縷，非常的艱辛。好，來，嘛談一下葉嘉修老師。艱辛的葉嘉修老師。剛才是感覺就是這點，整個的感覺都很好，而且你現在很幸福。不過吼，你從聊到過噶，讓不愛給感覺是講太甜蜜了，從頭到尾在撒嬌。你有一個很好的條件，你唱歌的呼吸方式是很好的，因為你是腹式，所以你的感覺就是你的氣很足。可是請記住，就因為我們從頭弄琴都在鼻子這個地方，所有的聲音都是撒嬌的聲音，要請打慫啦。等一下，你下去就找一下我们Misa，因为她刚刚唱歌的那个放松的那个方式，是你最欠缺的。就等一下，请她教你一下怎样子放松，就往那个方向去加强，好不好？好，加油！谢谢老师。好，那我们就要有请米莎老师。该怎么放松啊？例如，轻松优雅给，其实你的个性里面的那个爽朗感，在你唱歌的时候都会跑出来。虽然刚刚叶嘉修老师说你都在撒娇，但我觉得你应该有一块是没在怕，姐没在怕这样子。但是如果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哦，超啊，就会应该是这样子大咧咧的，对啊，对他就是这样子，大姐头那种感觉。对，如果这个东西能够更出来的话，就更棒。你说他更豪迈一点吗？他的个性已经很豪迈了，但是他的歌声如果可以更直接的把豪迈传达出来。好了，那我们就来看分数了，好不好？好。OK， 永利也分数。分数同谁哦？冇相干。
爱下还有4季嘛，还有4季，4礼拜啦，哦，4礼拜，嘿啦，你还有才温复动哦，你有4礼拜可以冲，知道吗？好好的冲，不要再唱，我别冲，哎呀，好好的冲，好不好？好，没关系，加油啦，加油，谢谢。好啦，谢谢，谢谢。好，好，杀下来。刘飞琴带来《永远》。哇，这位老师写的歌哎，好棒！来。今本我会创作了一条歌舞是自然腔的，按到永年。我想创这条歌舞是因为听到这条歌舞简单创作早期讲记录几个阿婆的故事，我知道我爱个阿妈当上唱，所以想讲今本日我喊做阿妈嘅衫来创这条歌舞，我阿妈听。好感人的一首歌。今日唱条歌是上多慢。就是有听到这位老师讲，是阿妈包本几个阿婆包本几个总二去用3年。然后我今天我是穿阿妈的衣服，然后这就是阿妈的衣服。对，阿妈的衣服也都一直留在身边，就知道呗。因为我那时候看到那个衣服啊，一件一件被烧掉，就觉得很舍不得。那我就把这一件赶快捡起来。你是隔代教养吗？对，对。那阿嬷给你最大的印象是什么？就是有没有什么？阿嬷她以前呢，不管到哪里都用走路。阿嬷不会任何的交通工具，对她不会。然后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在学校，因为我小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内向的小孩，然后
在学校连上厕所都不敢跟老师讲，然后在学校就尿裤子，然后还是不敢讲，就同学跑去跟老师说，老师刘慧卿尿裤子，然后老师就打电话去家里，可是家里只有阿妈，然后阿妈就走路的，走路，然后从我们家走到学校，走快一点，大概要走20分钟，所以他就慢慢走，只带一条裤子，因为你掉裤子，所以你让阿嬷走了20几分钟的路，就帮我换一条裤子，然后他就回家，又再走20几分钟的路。所以这也是你印象当中很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才会。我现在只会很遗憾说，很想要再听到他的声音，可是我每次梦到他都没有说话。所以就会觉得很遗憾，因为我没有任何他说话声音的记录，所以现在就很努力保护这件衣服，对，然后保护这件衣服。今天谢谢你分享这个故事给我们这个大家知道那看到哲慧老师也是一直在对眼眶泛泪老师，谢谢慧卿选这首歌。其实基督拜读到慧卿，基督有拢来讲哦，就是我们好像有一样的感觉，除了阿妈秃胎嘛哈。大白知道哪位拢来讲哲老师你下一歌曲吼，不管黑苏芬美呀容颜，都会魔王歌，大白都没办法拿到9分。我来讲的是投射在这个歌里面的，也是你对你自己的挑战。我用蛮讲，因为你自己在创作的歌曲，大白比赛如果你讲一天要唱4点来唱配啥的歌曲，那就是你心里没有放下，就像我们心里一直放不下阿妈是一样的道理。我相信他如果看到我们在很难过的过生活，几天没冇欢喜嘛，做冇吼。我按多年来拢自己讲，一天要歌都喊他好。就像唱歌一样，如果你能够放下自己的一些心里的东西，你看，你今天唱我的歌，你跳出了你自己的创作之外，你肯比最强的地方，就像跟叶老师讲的，你一开始的第一句就在说故事，从头到尾，我觉得你把我这首歌唱得比我还好。这个说故事的情绪是很对的，包括你到最后要把那个情绪堆到最高点，就像思念一样满出来的时候，你也可以 hold 住哦，而且你做得很好。我真的觉得你今天做得非常好，让我看到了首歌曲讲故事，譬如讲我没看到阿妈，大摆我喺这位时间，其实插头一天都看系送茶几张个转播卡。你看你唱歌给我画面了，我相信我不知道其他老师怎么样，也许你可以问其他，因为这是我写的歌，我怕我太主观了，或是不客观了。不过我喺什么你，我糖豆替摆低调 V 永远唱爱歌诶，唱了我自己都掉泪了，谢谢你。来看一下粉丝刘飞卿的粉丝。这首歌是我要送给我的外婆。这几飞，他这无讲呀。什么按辛苦照顾我多太，希望你做得18岁。什么我爱你。来看一下粉丝来刘飞卿嘅粉丝。哇，尤其哲伟老师给25分，你真的感动到他哈。对，阿公。有些东西啊，今天一定要说的就是，它需要时间练习的。比如说你唱歌，你在吸气的时候，永远你这首歌其实你副歌是觉得气不够，对不对？因为你吸气的时候，你不是用腹式呼吸在吸气，所以我希望你回去要练习一下，加油！好，谢谢安子 C， 好，也谢谢你今天唱这么感动人的一首歌曲啊，好，谢谢你啊，谢谢安子 C， 谢谢，好，回座休息。好，安尼接下来有请的是罗一蓮帶來《溫愛肯定你嘅樹》。來，彈緊啦。
今天我要唱这首歌是要送给我的外婆。我的外婆从小就照顾我长大，我要用这首歌来表达我对她的感谢。世界阿爸同我讲，我袂见得我嘅树，偏起无迷途。我袂见得我嘅树，梦乖乖。世界，虽然无小心的阿爸给条马毛徒手，怕怕给谁？你的那个世界，虽然怕到阿爸给面留下的印象。世界，假嘅背囊欠了盡頭，肯定無分嘅腳步。愛的呀嘅世界，愛個阿爸個，不愛偏愛嘅樹。宝啊！哎，那么乐天的人，你要带来这么感性的，你的内心对，应该不是像你的外表。这首歌是送给谁的？我要送给我的外婆。你嘿，外婆出胎嘿嘛？嘿，嫁公嫁婆。嫁公嫁婆。细细的时间，爸爸妈妈就是磨汗工作要怎么办？就是慢慢讲，就是因为我妈妈生病，然后就是爸爸就不照顾我这样。所以你真的会比别人，因为他有这一段故事这个背景，所以他真的散发出来的就是他比任何一个人还要坚强，还要独立耶，自己照顾自己耶，然后想办法让自己过得更好哎。所以刚刚一开始的时间，我就想我问佢当一拜了比赛，讲哇，懂乐天啊，乐天哦。我就想问他说，他内心是不是跟你的外表是一样的？我相信应该。还是很开心啊。很开心。对，毕竟有人照顾。非常照顾你。因为有阿
阿婆阿公的爱，所以就是还是就是长大后就会珍惜。那现在就要换你照顾他们了嘛？对，阿公已经去世了啦。哦，那家婆还在。嘿，家婆还在。家婆应该有在看电视对吗？喂。他家婆讲一下。哎，家还几飞？好不好？阿婆，我今天是说，什么按辛苦照顾我都太，希望你做在18岁，我做在就会太有能力做在照顾什么，我爱你。你这样把那个雨乔也弄哭了，他等一下不知道怎么唱歌。哎，我不要唱，好，唱一下诗慧老师。岳林，其实你今天唱要说给我，其实我那时候看到歌单，我有点吓到。你想唱这首歌，有点让我觉得受宠若惊。其实也说各位啊，我去甲有上时唱起来，我去甲就唱，感觉去甲唱都无安好哈。啊，不过发讲真来哈，其实亚叔各位，它有一个节奏的状态，可能你本人听 V 讲是唱跳歌手，所以呢，可能对安的律动感觉，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研究，因为要这种 shuffle 的感觉。其实唱歌的人在律动上面，他必须要很清楚。跟别人表现的方式啦，其实你在身体的律动上面，这是你最擅长的，所以你做到以后，不过呢，亚术歌的其实你会点点的创造会较好。好，所以我会希望讲，因为按你唱法啦，其实你不要有太多夸张的动作，为什么它会影响你算律动的方式？好，这个是很最基本的。歌呢就会讲，也个上先给比来唱亚术歌的，其实我建议一个地方就会讲，就会唱。西湖的淡淡太不思强，我希望是按呢一个律动的感觉，让它是一个字跟字之间的连接，是有一个线条的。不过呢，已经比唱的方法是西湖的淡淡太感觉的方式是一种酸破的方式的，无强用。所以呢，你在情绪的完整性上面会让我觉得你在算拍子，所以呢，你都给所以某些你的阿爸给头脑某个搭配，你就开始出现了算拍子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按你算起来呢 ，help boy 来，你就会开始一直出现。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有上司人个爱数米的地方呢，就数都冇按讲。其实我社会喺讲，感冒还蛮好，你想去唱亚术歌的哈，要 range 按发了一个音宽，所以我很怕你高音拉不上去。还好你安全过关哈，所以今天呢，算起来还算很平稳的把它做完，所以恭喜你，谢谢了，祝福你，还不错的啦，还 OK， 很不错。可以还给个分数。来，老年龄的分数。90分，满意吗？都对了。谢谢老师，要加油喽！好，希望你的内心就像你的外表一样，每天都真的很非常乐天，好不好？开心。好，加油！好了，回这休息，按紫色。好可爱。好，接下来呢，按照分享。从兴奋带来感恩的物质。好，来弹个啦。今天带来两首感恩的物质。这首歌曲呢是要献给我妈妈的，因为我从小呢，妈妈就一直陪在我的身边，不管是任何比赛或者是表演，她总是在我的身边。那我今天带来这首歌曲呢，希望她会喜欢。自讲照亮
哥好，海君姐好。嗨。英文一条歌你知道很不满意的吗？那一定很不满意的。家人，妈妈就是妈妈啦。哦。妈妈今天也没在现场啦啊。妈妈逐礼拜应该。妈妈逐礼拜拢来现场。比练机哈。你心里有很多话想对妈妈说哈。我知道这首歌好像你曾經在節目當中跟媽媽一起合唱過，對不對？家人也記飛啦。媽媽做一個有乜嘅感謝話，心度乜嘅想要講嘅話，對媽媽講嘅哈。媽媽，雖然說在平常在家裡啊，我可能會跟你頂嘴之類的，對。但是其實有時候我會看到你這麼辛苦，然後我心裡都會想說，就是你不要再這麼辛苦了，因為其實我已經長大了。不要再這麼辛苦了。對，其實我覺得媽媽的人生吧，就是沒有好過，我覺得，因為她就是在我小時候就會很常早出，然後晚歸這樣。工作。對，然後可能去，因為我們家有種菜，然後她就很早。大概凌晨3、4點，然後就回苗栗採菜這樣，然後就是為了要賺錢，然後養家。到現在也是嗎？對，現在也是啊。有多少歲人呢？2隻。2隻啊，幾親太啊？哥哥。還有哥哥。最小的。哥哥也已經出三批嘛？耶，托本養咧。托本養誒。哦，所以也養個擔子應該冇安胎啊，係嘛？未愛啦。沒愛啦哈。有咩嘢還忙畢業啊？還忙畢業啦。再用最感性的話來謝謝媽媽。媽媽，我覺得感性的話在家說就好。媽媽，我愛你。好。佢帶來一條感人的幕子，應該感通到當到安尼觀眾朋友，觀眾朋友，啊，唔要感通到羅桂麗欣賞我嘞。我說鬧熱這個舞台哈，它有一個很強的吸引力在哪裡？如果每一次有這種感動的單元的時候，能夠談到每一集、參賽者嘅背後嘅故事嘅時間，嗰種凝聚力哈，嗰種向心力，可以深深的打動評審、工作人員，包括主持人，包括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哈。這是一個很棒的一個表演了哈。我也沙龍我要講題目就講，假使講，你今天我覺得你今天選這首歌有點可惜。剛剛你一唱完，這位老師就在跟我講，你今天歌真的選錯了，這首歌真的不適合你。你唱功很好，但是呢，要是歌曲這個感通的方式呢，你並沒有完整的把它表現出來。我跟你講好了哈，假使講，你把你剛剛講的那一段話，那種感動人的心，那種聲音跟那種表情，跟你剛剛唱歌的時候這兩個互換的話，你今天這首歌分數會很高。恰恰是你做了相反的事情，你在唱感人的幕子的時候，給人的感動反而沒有那麼高，而是後來那一段話才帶給大家感動，你懂我的意思嗎？可是我們是歌唱比賽，我們不是說故事比賽啊。你的故事，你的歌感呢比較重要。那這首歌今天我給你及格的分數，因為你今天唱的是就剛好嘟嘟好歌平平哎，天天哈。也希望你要記住，就講將來選歌方面呐，因為你很後生嘛，哈，像那種較傳統的流行歌曲呢，你盡量去避免它，這不是你可以掌握跟拿捏的那一塊。好，鼓勵你多往新歌去走，你之前表現都很好啊。今天這首歌沒有關係，分數可能我覺得啦，可能會掉一點點，但是記住自己心裡面那份感動，以後唱每一首感動歌曲的時候，你就一定可以打動別人。好，新文加油哈！新文先生，好，那就看一下分數啦哈，來，總評分嘅分數。現在分數可能是因為歌曲的問題比較成分比較大，但是在感動要對媽媽表達這一份故事，我覺得是100分的。哦，然後就永遠記
记得也一分的感动。反正后面还有好几个礼拜，对啊，相信你的实力很快就拼上来。真的，你要永远爱你妈妈。我会，好啊，对对，好 OK， 好，谢谢，好，我们先来做休息。接下來呢？來一口帶來熱公公。哇，嚟彈下啦！今日我愛唱熱公公雙本身嘅。在闹妞大擂台认识小月，可以成为他的好朋友。祝福我们都像这首曲子一样，不要忘记自己的初衷，可以成为130的好朋友。以前我大概看到来唱歌诶，拿出用一种轻松的心情，看表演的心情来看哈。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艺术细胞的创作人，光你的走位啦，光你准备的东西，我都觉得谢谢你尊重廖家舞团。我们小熊维尼啊，小熊维尼，
好好来。阿公啊。所以跳歌迄唱不去糖的是啥？唱本身嘅有小月还有阿公。好，唱给唱给小月老哈阿公。哦。哦，所以应该公公。对对对。应该公。月光光。为什么？你不是要唱给家人们听啊，还是什么的啊？朋友啊，你小月。好朋友啊。哦。就你等于寿司一球哎。就是来这边比赛。张寿司。哦，安尼根本某一多礼拜听听啊。可是我们会一起去吃饭，还有一起看表演，然后他会教我客家话。哦，哇，就好像。你还跟汉语欣赏。哦，汉语欣赏。客家老师。现在已经成为闺蜜了呀。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很上忙大兵、永不放弃的。就是一个很有光芒的人，对，觉得虽然这首曲子就是在寻找自己的初衷，对啊，可是我想我们只要想尽办法一直前进，就是不管在这个舞台上可以得到什么成绩，都很值得。而且你刚刚真的。刚刚看他在哭的时候，你在台下哭的比他还厉害。舍不得啦，心疼。希望你们这个友谊能够长存啊！一定，应酬，永久。按你谈一下欣赏的公平，好吗？这位老师，这位老师，以前我大概看到来唱歌的，我就用一种欣赏的心情，看表演的心情来看吼。我先讲。方面让董后看呢，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艺术细胞的创作人，引光引哈。你看，光你的走位啦，光你准备的东西，我都觉得谢谢你尊重这张舞台，我精神正经懂出的太假了学习哈。还有，当然方面看起董后看，你下比到听一些听我就发现有杂些一开始我就想到有问题，因为你喺比赛。假使讲係出唱片嘅歌數嘅話，我之後就上當貼片當後堂吼。不過有一個問題，會變特殊歌嘅全部共用，你知道嗎？每一首歌就變成是一樣的。我們剛一個痛在對，就是一個痛了。雖然講，剛才你哋老師啲討論講，你看你書一講本邊。條前又有同神歌台灣，後邊又有天公啊落水這樣子，因為公又是很棒的童謠。在這個段落裡面，我就覺得你何不就嘗試着把你的聲音再開發一些不一樣的，不一定全部都是氣聲，唱喎。好，你自己還要練習，想一下，還有人家氣聲一出來的時間，你就想到啊，只要一簡單的樂器出來，你那個聲音又出來，那個呼吸聲太大聲了。那個豬的聲音。對，因為我講，其實他沒有，其實佢冇唔好，唔過佢切推不影響到，你彈唱歌嘅情緒感情，你有能力，你專業要想一下，會不會有細心？4集的時間，我覺得你也好好的開發一下你別的聲音，氣音你已經做得很好了，你是不是可以有一個扎實的聲音給我們不一樣的賴宇橋？不然的話，我都會覺得你改這跟沒有改是一樣的。當然按講也懂殘忍啦，唔講係每本一隻功課，好好專業想一下，你甚至可以用口白啊，你不一定要用唱。如果你一直覺得你都是這樣的方式的話，你可以運用你的口白。唱嘛口白，然後你自己是創作人，你就提講，用白形容歌曲，用你來想，譬如說在定 key 的時候，或是在你創作，或是這首歌你在消化的時候，你看雙禮拜三晚講，你都可以在那個音律裡面，其實你有冇聽到上哦？你可以去吃看呐，還有一隻方式，你去彈西來歌，彈啊，來唱西麥歌，西麥歌再變西來歌，你就提講那個聲音是怎麼樣去玩，好唔好？吃看呐，加油！加油！好，安子先，好啊，加油！那我们也请这个，你本身也是音乐人，也是一个创作者，哈。那今天又读的请到大来宾，也是米莎先生啊，米莎老师。哎呀，你知道音乐班？宇桥，我很喜欢你那个乡书舞台嘅感觉，我觉得那个是所有的参赛者都可以学习的一个东西，就是他在舞台上的这个松落，
然后他真的享受这个舞台，他在舞台上，然后跟乐队老师们一起，然后呈现给大家，甚至呈现给镜头前的观众的那个感觉，这是我觉得很棒的一点。还有这首歌你唱出了跟原唱真的不一样的创意，这是我觉得很值得鼓励的地方。但是有一点我想要提醒，就是当你在做改编的时候啊，或者是你在重新做编曲，不管今天是不是你自己的创作或新的作品，从家他有从到开始的时间有从同山过台湾，中间有穿插那个天公落水。但是当你在做改编，你放进任何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个能说服人的动机。刚刚我没有被说服，所以我直接把这2句圈起来打问号，就是为什么走马该会不用俩？我没有感受到为什么，因为你冲这个捏公公，它就是一个很完整，然后包括你今天整个装扮，整个你设计的舞台的样式走位都很完整，所以要注意动机这件事。OK， 很仔细，还是很棒的呈现。下礼拜再拼一下，好不好？好，来看这个礼拜，双礼拜99分那个阿妹的歌。好，没有，给没看是还有没有阿妹的歌了哈？来给我分数。这才是正常人的分数。什么？叫什么没懂歌的，我真的。安子这样子，谢谢。期待你下礼拜哦，好不好？谢谢。没关系。那个我等一下再带回去。好。杀来。陈松君带来有爱。好的，弹开了。Hello， 大家好，今天我要带来的歌曲是《有你有我》。这首歌呢是要献给我爸爸妈妈的。那我想要表达的是这首歌里面歌词的意境，就是说，我已经长大了，然后我很清楚我现在在做什么。那很高兴我爸爸妈妈能够一路以来这样支持我，因为从我大学大一以来所做的事情其实是不被他们所认同的。那现在我非常开心，他们能够一直支持我，我也很感谢他们一路的陪伴，还有对我的关心与照顾。掠下嘅眼，掠下嘅石頭，老跳擺無強用，愛有愛嘅想法，有愛嘅想法，你唔是笑，你唔是笑。你的感覺，愛全部放在心中，只係唔知用伴老一個。愛越愛越太，你嘅跳那麼也見來見怕，愛你兩字間嘅愛也感覺見來見親。全部記在心底，坦白不管馬該裁縫裁衣，有意有愛，有意有愛。愛越來越大，應該跳那麼也見來見怕，愛你兩字間嘅愛呀，感覺見來見親，已講過嘅話，愛會全部記在心底，坦白不管馬該裁縫裁衣，有意有愛。
好听，唐军，海云姐好，好听，好听，好听。你现在是家人都还在加拿大？我妹妹在加拿大，然后爸爸妈妈是两边跑这样子。两边跑？对。那比较常住在那一边，还是常住在？差不多。差不多，对，就一半一半。差不多，对。那你跟爸爸妈妈相处的时间机会？其实很少。很少。对，很少。对，因为我曾经就是离家出走过。对。啊，真的？为了什么那个事情？就是为了想要飞。对。像气球一样飞。然后还有当时是为了女朋友。家人不认同这个女朋友。是不给交这样子。啊？对。不可以交哦。对。因为你就是我小时候一直以来家教很严，对，那时候20岁，20岁还不给交，因为我爸妈其实就是从小到大是希望培养我能够就是成为巨星，往音乐方面走，不是，是就是能够往比如说医生这方面，对，曾经有听过这个听他讲过，家人希望伊做医生，希望他好好念书。对，其实我从小到大一直都有好好念书，可是就是到高中的时候开始，然后我很喜欢就是流行音乐这样子。那你小时候是学古典音乐？对。那你现在爸妈知道你往流行？知道，他们现在都很支持，这是我最感动的地方，就是也是最感谢他们，因为他们从完全的反对，然后后来离家出走，然后之后就是其实我妈妈她就是我其实一直觉得就是很对不起她这样子，可是她就是突然就是不知道是开窍还是怎样子，还是就是她想法就是完全就改变。她哪有人家小孩子形容妈妈开窍？我不知道怎么讲，对，就是她对于我放下，想通了。对，然后就是别人说。他现在都说，就是只要我不要去作奸犯科，他什么都是支持我的。你来参加这个比赛，他也很支持。也很支持，对，也非常支持。还好。低毛，给下低毛。知道啊，知道。你爸爸妈妈客家人吗？我妈妈係客家人。媽媽客家人。還有講過幾講會聊客家。幾講會聊，幾無看也就這樣。不會啊。好，借由這個節目跟媽媽說個話，好不好？好啊。好，媽媽，我知道，就是我以前曾经做过对不起家里的事情啊，我不是一个很无情的人，就是我想要做我自己的事情，然后我想要独立，就是我觉得就是你们以前把我就是关得太紧这样，可是我知道这样走是一件很不对的事情，但是我很对不起你们，然后我也很爱你们，谢谢你们一路以来的支持与照顾，谢谢。这个人的梦想，慢慢把这个梦哈，慢慢的把它逐梦，让它成真，好不好？好。那个歌唱也是你的梦想嘛？是啊。对啊，我们就好好的把它发挥，好不好？安内来听奖品哈，诗慧老师。好。其实我一直很期待，也很欣赏你的音色。所以其实大拜爱唱歌的时间，我一直很期待你在每一首歌里面的感情的抒发，这个是我对你的一种期望。不过表现到下来呢，其实耶稣歌对你来讲应该是最拿手的方式，因为这是你最擅长的一种情绪表达。只是说耶稣歌可能 pitch 的一个 range 同太阳样板，所以你对低音的部分啊掌握没有那么的好。这是一点，好啊。然后今天的 pitch 其实讲起来有点飘，而且飘的有点严重，所以呢，可能因为这样，所以主歌的铺陈方面呢，就吃到无按好。不过亚副歌慢慢的有带转来，不过有一个缺点，本来谈到係唔滿意的時節，出現到無滿意無法按順，所以呢可能嗰卡練習我吃到的係耶穌歌嘅唔按熟。就是还不够熟练，所以它产生的一些比较不好的效果，马上就被看出来或听出来。所以可能讲歌曲的感觉可能还蛮足到嘅关系，所以人家情绪的方式没有那么到位，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可是我对你真的很。说实在，我真的好喜欢你的声音，所以我希望讲你可以再加油。OK， 谢谢老师。好。
米莎老师，米莎，这个加拿大回来的小孩，用白，帮我们指导一下。长君，你选了一首口气跟你自己应该是很贴近的歌，所以我在这歌里面有听到真诚老质朴，这个是很棒的地方。那我要车到讲，可能对两个女仔啊有一个关不住的东西，可能爸妈那一种为你规范了一条路，但是你真的不会乖乖照着走，就是做自己的选择，然后为自己负责任。我觉得这都是你给我们一个很棒的示范，然后我会建议你再尝试更有爆发力的歌。其实你今天选的这个歌节奏算慢，慢歌是很难掌握的，但是我觉得你的声音有那一种摇滚咖的潜质，就是你感觉就是个玩团的样子啦。嘿，虽然我不晓得现在有没有。那你知道摇滚咖回来唱抒情歌是最动人的，对呀，祝福你耶。好，谢谢米莎。来看分数，看分数。陈崇根的分数。91分，继续加油，下礼拜哦，好不好？好，回做休息。好，又到安雅礼拜的传统组的比赛。听一礼拜。听一礼拜，积分赛了哈。积分赛嘿。来，先介绍先生。恰克基先生，罗英先生，梁福福先生，李秋华先生。有请到恰克基先生来讲今日的主题。好，今日进行安雅嘅积分赛，天一礼拜比赛哈。今日有主题哦。今日主题係乜嘢呢？就係新人嘅氣勢。隐秘咯，表示講你要講你童年的事情，就生年的事情，好搞的啦，好料的啦，我來將佢寫啲歌詞，我來分享俾你所有鄉親。當然，青春嘅話，基本嘢咧，就講人嘅歌詞要符合到人基本主題嘛，也係青春嘅。當然，人家講完賽呢，就一啲人講嘅歌詞一定要配合，適合牛皮章，一定要做比獎，希望大家好好加油！好，好，今日有一場 TV 參賽朋友。市議員帶來平板。來等下啦。我今日會從係非常吼，聲音家下吼，到底咧做乜嘅呢？聲音家當調皮，當我一隻吼爬樹、抽水、做魔蟹、跳索歌，當多哈，你下吼非常愉悅吼，色彩當快樂吼。各位朋友，你有哪強壯聲音又按快樂麼？請大家分享一下。一
哎，讲到生爷去世嘞，去世哈。系啊，神奇嘅事情應該當歡喜當中，有歡喜啊！我頭擺當搞怪當調皮啦吼，一家做個做個吼，按個熟個吼是偷兩隻個蚵啊吼，種個兩隻蚵吼，種個鼻通去吼，吊鈎啦，係吊鈎嘛吼，用個意思了吼，一種個鼻通吼，吊個用個吼，底下是個復修，是兩條是條本來吊到，個主人佇個講。哦，不，这不对啦。哦，你偷掉你？那是好玩，其实不是说要想偷掉自己，说试试看我们做的，鱼有没有又好吗？又掉到人家的鱼池偷掉人家的鱼。没有拿回家。当小时候做这个事情啊，我们就很有趣，都好高啦。他想试看看他做的那个吊钩到底好不好钓。对对对，就想说，钓宽宽，钓有鱼哦哈，结果有啊呢。哦，你钓就2条，感觉好好玩哦。对呀，懂快乐哈，钓就是那助你的，我赶快跑，这哦。其实不是为了是个啊，就好高兴啊。哎呀，好，来，好搞真的，他刚刚相信要动作呢，童年趣事。对呀，来，谈公平了哈，恰给先生。好，呢是议员手机哈，你给我带来童年趣事1米咯。但是呢，童年趣事1米咯，也就讲你以前4年时间好高，你一定会回想起来，我当神奇，心情我当快乐。但是当你唱歌的吼，那一痛苦样的吼，迄嘛个迄紧张啦，迄紧张。上歌词。还有吼，最主要也系。罗时峰讲的唔好查吼，上歌词，因为人家都新的歌的嘛，一般来讲冇配速的时间，不能要将你表情感表达出来的时间，冇办法，只能上歌词。都上歌词落去，表情嘛就冇睇咧，也系点喺扮演对任何一种那个人讲的一个歌词方面吼，你就要多注重一下。再过来吼，也讲你唱的部分，其实你基本唱的上音质也唔好讲一差啦吼，但是呢。让咬字部分有一些儿童讲，第一，童年故事1太罗1，也是没1，哈，1老1太罗1也冇同样哈。还有河巴雕，大水战，哈，也都会给咬字自家以后要注意到的。至于米来讲，基本已经做冇讲。发挥都当好，所以也好对以后比赛自己一定要多注意，尽量我不用强手，也可以运啊，真有办法好好同你来做奖，好，再加油哈，谢谢。谢谢。一礼拜会見咗，上禮拜唔會嚟。因為而家沙下來考驗真係當多啊，係啊，逐禮拜嘅主題都冇同樣，所以參賽朋友們自己要較注意啲。咁嚟看一下禮拜份數咯。好，嚟看一下，好嚟。詞議員呢份數。愛應該忘。來啊，看手。再一次，好，嚟看一下，好嚟。詞議員呢份數。没有最差劲的一次。哎呦，从之前比多亚哈，也归比多亚哈了，清查一百。最差的一次。他可能愧疚啦，钓到人家2条鱼没还人家啦。哎呀，真的。没了，再接再厉哦，哈，谢谢 ，OK， 继續加油。休息哈。沙來。突然帶來老山歌。看啦。我今日唱的係生兒戲詩1米咯。歌詞係自家寫的，我係描述透過農忙嘅時太陽改步，雖然是壯牛，但冇人冇天賦，大家規種頭人是朝向下看神的，希望大家來欣賞。
满天风浪。主持人好，平时是真好，大家好。哎，好好。刚拄讲歌词有讲到要真的嘛？讲无讲到啦，毋过我是讲到头歌，我就重要嘅睇人用嘅懂无限嘅时间啦吼。我句无啊，声音是重要，因为头歌全部用牛钢铁啊，所以大人咧句无嘅时牛是可以懂无限，声音做咩无限就重要啦。哦，重要。哎呀，个毽子有乜嘅关系？冇个关系。你声音咧写就够啊。哦，声音还晓得冇？声音系懂过摕啦，你爱毽子吼，还强咧，吼冇摕。试看啦。对，摕看是。哎呦，厉害哦，厉害！哦，这个很厉害，可以一直踢。还先看你几次嘞？我没踢过这个哎，以前是。先冇踢过。呀，按钮你踢哦，叫你跳啊，一样你踢哦。对呀，系啊。是哦，来啊，看是哦。你不要裙子撩起来了。你干嘛？你要跳探戈啊？再一次，可能要用斜的。哎。好啊，邝老师。我唔记得用我睇。哎，我吃光是。你笑我，你会吗？你笑我，你会？你来，还要带麦克风讲话。我告诉你，这个毽子，这个毽我从来没有踢过。啊，你上来。但你会吗？啊？你这样从来都有些人他就是有种。哎呦！你怎么会？你也是完全没踢过。要是我今天裤子太紧，我看你的那一张脸，我就知道你常踢。来，大家下来公平了，罗英英老师，
唔太在吼，今日從咧羅山哥講出日本人嘅生法吼，就是本日的建議啊，吼，你去睇看啊。我建議你形容吼羅山哥，佢入歌嘅時間，你唔是趕緊唱出來吼，你趕緊去唱，因為緊張。吼，當緊張，所以你係部分你係克服，吼，所以用班老歌，下自然唱出來，吼，你係羅山歌最本人要注意嘅位數，因為你彈起來讓會係輕鬆，吼，你係提一隻，再過來呢，應該第二句，吼，聲言奇妙，聲言，你知吼，因為老師聲拗長來，吼，長來轉潤，吼。聲言了，吼，望你知時候。人吼，你哋轉音聽到吼，就會變成咬字唔長，吼，你就將兩隻問題，香港呢落筆同嘅同兩隻字吼，確實佢係難唱出來，所以呢，音歌嘅位數略聽聽咯，吼，你耳機聽起來就會很明顯。落筆同啦。香港呢，另外因為啲歌詞係你自家寫嘅吼，我讓來建議你一下吼，就係應該第三句頭擺安步無天火，我建議你用安步兩隻詞吼，係唔係做啲改善譬種嘅事件，比如講頭擺神法，吼佢用擺下好唱，因為無天火。唔係安步就無天火，貴日都無天火，好，所以兩隻詞你做得去想看樣板係好唱哈。其他嘅部分雖然啊，應該上映基本聊有點唔過因為你潤味要做出來哈，所以冇乜嘅影響哈，所以頭先講嘅啲你去彈看係唔係為為你係擺嘅比賽很下加分啊，謝謝你。謝謝你。好，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我聽嘛。好啦，看本書啦，來，看下本書來。就來個本書。哇！恭喜你！哎呀，恭喜！這才一個，哎呀，就剩一本。好，鐵過衣。我還一張嘞。哦，等下當前本啊，可能本小強老師他有。是這樣，是這樣。學生下來。林妹妹啊，點樣用3個字帶來呀童年氣息哦？哦，嚟談看下哦。今日主題係講童年嘅事情過出嚟一家寫，哦，我今日寫我啲頭髮嘅年紀啊，都冇乜嘅好教啊，是教奶啊，教石鼓啊，所以我是把嗰種嘅歌唱寫出來，哦，希望大家人嚟加油加油。哎，咪妹子，咪妹子，主持人好。要唔要教埋嘅啊？
搞嘛？菜饭先生好，大家好。哦，叮叮咚咚，叮叮咚咚。哎呀，香包嘿嘛？不是的，爱收红包。以前玩小时候玩的无纸，我们以前小时候就。沙包啦，沙包男生是玩石头，玩石头啦，哎，不是丢石，也是拿5颗石头，哎，一样啊。有啊，有人玩石头啊，就是2个，对对对，3个也可以，好，对对对，这样对。啊，4个，就换1个也可以。可是这个手要够大。然后对，然后要这样放在手上哦，你翻过来，哦，对对对对，接到几个，没错，这样子，对对对。对，看抓几个，要全部才可以。对，这样你上面看你抓几个啊，越多就越好啊。就赢啊，就猜拳啊。比嘛，一堆小朋友在猜拳。比啊，唔比，比哈。来，你谈一下梁文婆先生来。梁老师，你上哈当量哈，上当量，农业基本条件当好哈，但是从3個哈冇出病哦，病台上哦，三個經常經台上，修煉了哦。再來講，我是講你向體字嘛，個微數哈，你向體兩個是你調格嚟啦哈，向體，你唱個，佢本來是2拍，哦，你唱到就調乾了哈，你又那個變成2拍，誒，因為你冇落個個水字嘛哈，水字你冇落到嘛，個都冇落冇關係，但是你唱個下調格掉啊哈，又慢掉收起來會，佢感覺會很係好彈哈。喺教內啥個為所教就冇雙語嗰個告示嘛哈，以後是虧掉啦哈。我本來我聽人講你相當亮嘅哈，係咪講唱後修煉掉咧？你可能唱歌嘅甚至會好高掉啦哈，我是懵。好，謝謝老師，謝謝老師。好啦，看分數啊。係連面妹嘅分數。謝謝老師，謝謝老師。本身的基本的原則就好嘅呢，哈。哎，讚，好，加油哈！還有4禮拜，繼續加油。好，謝謝。來，你沙包。冇係啊。哦，嚟沙嚟。來，請人，哎呦，有媽嘅童年趣事咯。嚟談開那時候平板。好，嚟談㗎啦。這禮拜主題呢係頭擺你食蚵神奇的事情，你頭擺食蚵的時間呢是有醬油割草咁樣嘅事情好做，聽聽哦。希望我做得唱到當好來撥大家來談，希望大家。先鋒大家。
好搞嗎？好搞冇啦？冇。哎呀，赶快冲啊你！你真的玩开了哎！小时候很好玩。他从台下那么玩到台上来了哎！一定是这样子。这很好玩吗？你没玩过吗？看都没看过。对，我没有看过，要去嘎周的吧？对呀。就这样录而已吗？对啊，以前小时候跟係用個叉子啊，一個木頭的，木頭的比較粗，比較會轉啊。你下個塑膠誒，好冇人會轉呢。你從台北玩到墾丁去啊？哎，這很好玩哎。不是，小時候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很多麥嘅，要很多。銅鑼棍呢還是嗎？哎呀，很多麥嘅，台灣很多工麥嘅。很多玩具。這是個玩具嘛，哈。對，但是這個會做哈，全部這個，還記得用台灣用做嘅啦。哎，做嘅。我這個可以伸縮啊。哦，你哦。這個可以伸。乜嘅 ？Kid Lock 嘅。哦，你還可以伸縮，就看你的身高就對了。哦啊，如果像那個什麼，為了你特別設納豆來的話，就縮短一點。對。哦，你的話就拉長。哦，拉長一點。唔忙是高高，收人家有聲音嘅，都講嘟嘟我。哎，拿給 No 妹啊，哇，他回去一定很好玩。哎，這很吸引小朋友哈。對。哇，謝謝呢。然後樓下的那個住戶就會每天打電話上來抗議。哎，這個真的很好玩。很好玩，哇！而且它有個角度的哦。沒有嗎？你就這樣推，它就會轉。你就放石頭，放石頭的話，就會有人來按我的門鈴了。好，來，公平一下。你像立秋下先生。青年今日又見嚟見進步咧，所以你生活咧非常嘅太有那優點。我們要用你的優點發揮。哦，這是你功力哈，你慢慢的有進步嘞。按今日的幾首歌嘅創意嘞哈，你本人嘅感覺唱起來輕鬆快，其他合作的加油。好，謝謝西莫先生。好，按嚟看本書哈，來。請演個本書。閉上了一道欄。跟小康老師也研究了一下，我們最想夾的是誰，你知道嗎？羅英英老師。你自己蹲太低哦。看本書哈，來，請演個本書。哇！西莫先生，西莫。恭喜哦！真多，好，回座休息了哈。跟真的要送來的嘛？真的呀，謝謝哦，謝謝。好，按這些，好。好嘞，下來。特滾來咯，樹檢場帶來羅山歌。來等下。也是要主題係童年戲詩入面咯，相信我做細學時節，打起落嘅烤番薯、搞奶醬，回憶啲係那時光。世界，在天中南，一群牛。
天当让母仪，为兄救难，童年了。姊妹呀，舞台中呐，主持人好，法官好。乜嘅同時用舞台狀啊？係啊。童年姊妹。哦，童年姊妹啊，烤番薯。哦，烤番薯咯。哦，哎呀，番薯都拿來了哈。喲，你講嘅都係咩？從啲樹洞起家啊，填掉都是那只空哈，那烤番薯讓吸落去哎。哦，那個窑啊。對，一般就以樹，安尼稻米樹迄個樹洞的嘛，樹洞也要做磨鐘嘛，磨鐘就挖嗰啲孔。番薯放落去，烤落去，嘿，先起火起啊，番薯放落去，再吸落去，那焖，给它哇，焖热，那很好玩呢。哦，那種烤番薯好香哦。阿公都法官，我以為法官沒有童年。有了，小孩子讀小學的時候怎麼沒有童年？誰像你呀？啊，那法官，你那時候番薯係用去摘去頭放入嚟啊嘛個？冇啦，我即刻。冇咩頭放入嚟。冇下要種啊？要種啊？誒，要啊，牙爸要種啊？要種唔可以頭放入嚟。唔會啦。唔可以將一頭掉入嚟唔嘅啦。唔會啦。唔係啊，法官唔會做呢事情，哪有可能？嘿，按你法院這個先判伊這個，關伊來。其實你家人講嘅舞台狀。哎呦，舞台狀有問題哦。係呀。哎，有這樣的恰克嘅先生。好啊，呢檢唱歌哈，今日我帶來一個老山歌。今日我感覺你唱一個老山歌，流暢度係無馬前啦。樣板講了，比如講4年時間帶田莊，一群4、5到內莊，而家中間停頓的時間又較長啲喂，唔是？你講一首歌嘅流暢度我必順，哈，帶田莊啦。一群了，馬上就要同你接下去，唔好講聽到當叫阿老歌詞唔記得咧。再過來就一個咬字方面，一群了，那將一個事情咬上，尤其童年了，童年，嚇，冇童年變年嚟咩？童年了，也就在咬字部分。至於其他人喺粵語嚟講，其實你本身嘅音質也相當好，嚇。但是呢，就講本嘢係流暢度順，就一聽較接到去唱嘅，可能你平常也較少唱老細，所以你一次有到個停頓嘅感覺，也就以後你愛注意嘅地方，嚇，加油嚇！你吹下先生。安尼蘇錦全法官哦，雖然伊上親好，唔過我本在建議。你的老山歌呀嘛個，因為你最高音係咪的音嘛，你用按歌嘅起來唱，你聲音都會立起來呀。所以我假扮嘅時候人講，你要唱的就唱歌，所以你要去轉去，你要注意去捉你最適合唱嘅起，你要好發揮。我哋這本建議，好吧？唔將今日第二咩時間後音再做，高音要別關啦。係啊。好咧，所以咧，今日分數冇人唱歌嘅原因啦，我本在建議，好嘛？謝謝老師，好，謝謝哈，安尼來看一下分數啦哈。蘇錦全的分數。好。有老上禮拜有查哦。快樂時候。翻譯咗，真係有6強以內嘛哈。好啦，安子生，沙來。你終於給人帶來平板。來睇下啦。今日嘅主題係童年嘅氣勢。
想起了童年就真神奇。好，睇一家少年啊，是来跳竹歌啦，去踢毽子啦，吼，个咁个跳绳啊，躲避球啦。啊，了嘢睇一家有喊个哈，是少年去河吧，去搞水，去咪喊呢。啊，想起来是真神奇啊！美女，谢谢。什么？给到。久没练了是不是？要做吗？要嘛，你的童年趣事塞长夫啊！哎呦 make it 挑竹狗啊！挑竹狗哎！哎呀，两记做得不够嘛个？哦，白人头嘅你嘛，哈！来。那下几位欣赏来了。老师不好意思啊。老师来。来。等一下，我要脱鞋吧。哦，坏，很灵活呢呐。那小时候才真的灵活，现在老了哈，还把进的时候有考虑一下哎。不是，那小时候你们没有那个小康老师，那你们自己唱吗？哎，这样。其实到我们小时候已经变了。变什么？就是在空中的，然后是用蹲的这样子。夹头啊！来！啊，没。你来。谢老师。你来。谢老师来。不是，我刚才看你们两个拍子没有很准啊。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我拿一边，你拿一边，谢启国老师站中间。没有，我比较想看秋霞老师。老师来。老师啊。那我先回去啊。来夹。慢慢的。慢，好了。
都是归吐公平，公平。录音老师来出来夹头，不是啊，讲评。因为状态在哈，你从来偏板哈，其实讲起来你改上音嘛哈，系算起来比较细。然后又属于比较高音的这种女高音呐哈，系讲按你用来音乐系他们的那个女生的分类来说哈，它有分戏剧女高音、抒情女高音、花腔女高音哈，系俩三种类分呢，你做得讲系花腔女高音，哈，因为佢嘅音色就是比较精巧，然后灵活，然后声音比较紧又清亮，哈，你完全就是符合你嘅音质，好，咁個係採用到從三個單個呢，你就會考慮一下，因為你嘅客家嘅咬字，哈，韓國唱歌嘅時節，鼻腔的共鳴會動到。和加上你呢，你係聲音要係柔一點，哈，所以你從有啲詞從起來為同起來聽漸。哈，譬如講哈，第三句哈，太假喜河吧，太假了就太哈，因為佢發音嘅關係，香港你唱嘅些係高音哈，香港第四句哈，青燒殼哈，你一記咗詞呢，就彈起來就聽歌咧，要漸哈。係講你處到你從你係音，了就起冇問題。你算起來輕鬆唱，該你係咬字，你去考慮一下，用伴唱起來，讓人家聽得不會緊張，哈，驚因為唱破音，然後音高不夠，哈，你就係可能你會考慮下你嘅音質，香港應該起用伴來搭配，哈，所以呢，基本上應該潤味冇問題，香港呢應該上音係愛。當喜歡彈嘅聲音，嚇，因為當好彈，嚇，當扭音，而且好利用自家嘅優點，係克服你其他嘅咬字啊、聽歌呢啲問題。我想呢，你會唱到很下好，因為潤味對你來講冇乜嘅問題。好，就安樣先，是冇。謝謝老師。這個看本書啊，好，來。終於給你本書。謝謝老師。謝謝，謝謝。故事又精彩，童年很有趣，搞得大家好累。对呀，哇，刚好玩。我刚跟小康老師也研究了一下，我們最想夾的是誰，你知道嗎？羅茵茵老師。老師，來啦，你穿短褲可以。來。謝老師，麻煩一下。夾頭啊？對啦，就剛剛那個夾，嘿。是你自己蹲太低哦，蹲不夠低哦，你不要怪我啊，怪我好啦，好，謝謝啦，謝謝，容易哦，謝謝老師，容易，謝謝老師。啊，大家今日當到童年回憶，相信天賜給前面觀眾朋友一定，會讓你們回想起很多回憶啦，哈。哦，大家可能一定感覺動神氣哦，動歡喜哦，哈。誒，還想要報名讓人家打擂台的朋友，報名專線919-388-398，還有傳真天發922778-232，等日一到天發哦。好啦，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呢，我們大家辛苦的評審。誒，什麼欣賞？謝謝。我喜歡笑。謝謝。好。
同时，大家忘记了下礼拜空的时间的时候呢，闹热大擂台，闹热强卡大，所以